8站。安休日过了，月大了玛利亚，雅各的老母玛利亚，甲撒罗米买香料，要去抹耶稣的遗体。礼拜日透早，日拄啊出的时，因就去伫墓地。因互相讲，啥物人要替咱将墓到迄个石高去？迄个石非常大。因一个举头，看到迄块石已经高开。因入去墓内，看到一个穿白衫的少年人坐伫正边，非常着惊。迄个少年人对因讲：毋免惊，我知恁伫找互人顶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。伊已经过我，无伫遮，来看伊。来看囥伊的所在，恁去甲伊的门徒甲彼得讲，伊比恁大先去加利利，伫遐恁会见着伊，拄照伊甲恁讲的。因惊甲皮皮喘，毋知要安怎，就对外面出来，直直走。因拢无对人讲啥物，因为因真惊。另外，搁一段是《使徒行传》10章34节到43节。34节，彼得开嘴讲：打我确实知上帝无骗大人，无论倒一个民族，敬畏伊、行为正直的人，伊拢欢喜接纳。恁知以前上帝有通过万民的主耶稣基督，对以色列人传和平的福音。约翰传洗礼的道理以后，这个福音有对加利利开始传遍犹太全地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，上帝有安怎用圣神甲大能力甲伊我有任命，有安怎互伊去逐所在做好事，医好所有受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上帝甲伊同在。阮就是伊伫犹太逐所在甲耶路撒冷所做的事的见证人。因家己钉死伫十字架。第3日，上帝互伊过活，搁互伊显现，毋是对所有的人，只有对阮这受上帝拣选来做见证的人显现。阮捌伫伊对死人中过活了后，甲伊做伙啉食。伊命令阮，着传福音予所有的人，正是伊是上帝所任命做活人甲死人的审判者。所有的先知拢为着伊做见证，讲信伊的人，拢会因为伊的名得到赦罪。以上，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。